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每一年3月份至5月份是金门较会大雾的时期，只要影响到能见度，金门对外交通都会受到影响。亲像昨昏因为大雾的关系，台湾往回金门的飞行机都有31班取消，影响2600多个人。也那小三通嘛受到影响。金门港务处昨昏公告31归港停驶，今仔日就要看能见度的情形，才会决定敢会有准帮。机场的大厅客满人，礼拜暗真侪旅客赶大包小包的行李，伫咧候补柜台等。电子看板显示，敢若是要等候补返来台湾的人就超过1000人。要回台湾扫墓啊，那店有雾的话，就要在这边。我们从早上等到现在，预计就是早上就到台北，我们是破500多号。金门大瀑布对外海空全部受影响，因为能见度影响飞行的安全，台金航线航班昨来回总共被取消31台次，真侪旅客调伫咧机场，影响的人数有2691人。到4月7日透早5点，气象署无搁再对金门发高雾特报，滞留的旅客会慢慢消透。可能礼拜4到的时候，当下可能就是可以先预判一下，大概可能会有多少几率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样子，可能就是变成说不会玩那么久了，就是可能隔天就回来了。小三通也受影响，金门县港务处31日下昼公告，规港拢停航。因为海岛型气候影响，每年3月到5月拢是金门大雾的季节，常常造成高雾影响海空运输的情形。4月初3、初4清明的前后，若是个大雾雾，官府可能会启动台金疏运专船，协助民众返乡的需求。松山机场即天的航线是无受影响，对外来回班机起降拢正准时。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的天气是无啥稳定。湘北、桃园甲新竹受到真大雷公雨，造成桃园机场的飞行机慢飞，也有部分的飞行机换伫咧小港机场降落。嘛因为透风落雨的关系，台北市传出38件的灾情，造成3个人轻伤。也那这款天气的形态，估计会到今仔日中昼。桃园机场航班之前看板的人看到自下昼2点过了，航班拢总是改时。因为台湾的北平甲东平的区域天气歹，落大雨，雷雨包影响航机的飞行路线。拄到飞机的旅客讲，降落前半点钟，袂输敢伫咧坐混桥飞车共款摇摇摆摆。大概可能有20-30分钟，半个小时。接近台湾的时候，对，接近台湾，对。然后可能在上空滞留，一直没办法下来。因为天气歹，包括北迪航空、深圳航空、长荣航空、虎航、千武航空、全日空，总共有6台航机全降落伫咧小港机场。台北市下昼夜落大雨，风正透，内湖有落树倒去，成功路4段167项，也因为大雨土石松动，树仔自边坡下来，有民众拄好经过手受伤。在当时受施工的因架被风吹甲强要倒来。马兰派出所协助做交管，做完交管之后，请他们找工班来马上处理。气象专家讲，今仔日4月7日，依然有方面的继续通过台湾，中岛进前台湾附近水气正饱。可能还有一小波残余的这个封面的水汽会再通过，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不会像这个今天早上那么的强。再来就是4天的清明连假，气象署提醒讲，拜2、拜3雨会小停一下，不过拜4清明的时阵，又有另外一波方面瓦近，到时台湾北东边的水汽会变多，温度也会降来，天气会变做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中昼进前，因为受到风面的影响，天气较无稳定。气象署针对高雄以北16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各地水气有较高，高雄以北偏湖部分的所在会落大雨，嘛要注意可能会透风甲弹雷公。也那南部的雨可能会较大，估计到下晡雨才会较少。也那拜2、拜3的天气会较好，而且会加较烧热。北部甲东部是30度至33度，也那中南部甚至到时会降到34至35度。也那清明连假云会较高，北部、东部有局部的阵雨。另外，拜4进前，金门、马祖较会大雾，
清明的年假，若想要去离岛的人，都要注意飞行机，也佫有船舶的资讯。为今仔日开始，就要实施新的电钱计销啊！民生甲产业的用电拢会起，因应电价加悬，做食业者就讲，目前因是要唔加起价，敢来当家己较省电力。另外，因应民生用电起价，嘛有袂少民众去设电器的电缆，希望甲厝内食电真凶的电器换掉，换较省电的。这部分的省电的话，可以让我们实际在使用的话，可以再节省一半的电费。每年3、4月拢是国境家庭业者推出新的冷气机的时间，不过今年想要吸引民众来买，节能省电这4字就真重要，因为对4月初开始，国内电价全面起价咯。本来店可以开比较多盏，就越来越就是关越来越多这样子。冷气啊，旧家电换掉啊，要不然就换灯泡，该开还是要开啊，但是就是换成变频的啊。销售量是冷气排行榜算是第1名，第2名算是电冰箱，尤其下个月电费要涨价，所以家里有老旧的或是有要新购买的，都会以一级节能家电的产品为主。电价起价一般带动节能家电的需求。以台电即摆调整客家的电费来看，每个月用电量700度以下，起伏大约是3%到5%，平均每工的电费贵4角。用电701度到1000度起7%，每工爱加4块4角。用电超过1000度以上，一工爱加20块6角。以热天每期电费为例，假设每一期电费是4500，每个月大约是2300，用电量大约700度。调整了后，每个月增加99块。那每个月用电大约是330度，一个月电费会加21块。那民众想要省电，较无咧起价小食店，除了减少开电火，就连电风也唔敢要开。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尽量少用电这样子。用累积电价涨到4块、5块、6块的时候，那个电费都是基本上是加差不多1倍的，很恐怖啊！我们都很怕这个电价的。也若这个产业用电，年用电量达到5亿度以上，2年平均正成长的用电大户，起伏是2-5%。台电公司国际燃料计价大起，国内才起电价，不过电价也比其他国家较俗。也不过电价起价可能带动的物价波动，民众也是真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高雄的新兴区，有袂少八大行业，而且半暝常在出现汽车的噪音，互在地民众是感觉真困扰。高雄警方甲环保局联合稽查，伫1点钟内，甲500多台车做临检。因发现噪音是因为业者要替人客停车的时阵，油门吹了伤大力引起的。汽车驶过街路出现真大声的声音，对暗时10点外一直到透早，严重影响附近民众的生活。因为我有2个小孩，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他们都在睡觉，他们都这样子唰接对啊，所以还真的，every day。不是不好睡，是真的，一听就很痛苦的，是因为它那个杂声太大了。高雄市新城区有袂少酒店、夜店，伫咧附近的路段常常出现汽车的噪音，互民众非常的困扰。有人卡去110，还是市府1999的专线，拢无法度得到改善，质疑市府无咧管。因此，高雄市警方和环保局选定2位检举案较侪路口执行联合稽查。29号暗时，总共查到疑似改装还是发出噪音的车辆528台。发现大多数噪音的来源是夜店替人客停车时阵发出来的声音。15辆疑似改装发出噪音之车辆，后续将依噪音管制法通知到检。如逾期未到检或检验未符合噪音管制标准者，将依噪音管制法处罚款新台币1800元至3600元，并限期改善，至改善完成为止。针对改装的车辆，环保局开出复检单予车主，若是无照规定检查，也是检查无合格，会按照噪音管制法开罚单，而且要限期改善。同时，警方嘛通知业者，袂当影响到社区的安宁。记者李炫、陈彦坤高雄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总统马英九今仔日带领学生去中国访问，按算初7会到北京。那这届马英九敢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是受到大家关注。咱来看自由时报，去年加入小儿科的医师无甲8成创下新低，为了鼓励医师投入小儿科，基层的诊所头一段门诊服务4岁以下囡仔，会提悬予医师的给付，
由于原本9%增加到13%。因那这个新的制度为今仔日开始实施。过来，咱来看《中国时报》，有学校使用阿հիմ资讯公司校务行政系统，标出个资流出去的事件。还可以摕到个资了后，甲阿հիմ威胁讲因要讨钱，不过阿հիմ是甲因拒绝。2礼拜了后，有部分的学生因的个资乱咧流出去，数量有甲2万多条，内容包括家长的名，也有电话。那目前教育部国教署讲，接到通报了后，已经启动治安事件通报等等应变的措施。继续咱来关心宝林地小食物中毒的案件，到当时还阁咧跟进。目前累计已经有31个个案，其中2个人死亡，5个人还阁伫咧加护病房，情形是无啥乐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远东百货公司信义店轻症的病人。有12个人体内验出米甲菌酸，也若去药货店用餐了后，身体无爽快的这2个人，米甲菌酸因是验出阴性，初步判定是无牵连。即间伫台北市饶河夜市啊宝林咖啡馆铁门已经有来暂停营业，因为进前有2个人去宝林地小饶河分店食咖喱煎冻几啊条，并零体了后，也发生疑似食物中毒现象。不过经过检验了后，2人体内并无验出米甲菌酸。今天早上收到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是，他有做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检查哈，那确认哈这个诊断哈是所谓的感染性的肠胃炎哈。台北市远东百货信义店宝林地小食物中毒案件继续扩大，到32日下晡5点为止，卫福部总共接到31个通报，其中2个死亡，有5个住伫加护病房，其中1个已经转好，其他4个因为拿病变依然昏迷不醒，一个还阁咧装叶克膜抢救。另外，病人检体中各新增加4人验出米甲菌酸阳性。目前验了4位都是这个米酵菌酸的阳性。宝林的饶河店那2位都没有验出，所以我想这个事件看起来两边的这个事件是不相关的。不管是水源啊哪里好，看有没有一些这种米酵菌酸有没有存在。我想每个细节，包括食材，包括环境，应该都要验啊。王必胜强调，宝林地小现场采集35件检体，其中几啊条香兰油、在来米粉、豆油等5件检体，米甲菌酸拢是阴性。各患者的几啊条也拢已经用完，无法度检验，不过有关高度怀疑是这批几啊条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宝林地小食物中毒的这个案件，即马百货公司的美食街业者嘛宣布。只要3月17至25这个期间，捌去过远东百货公司信义店宝林地小用餐的民众，拢会当摕迄间的发票专业退钱。在专人引导之下，民众准备退钱。宝林食物中毒案件继续关卡，即马远北家美食街业者也宣布，那3月17到25有去宝林地小信义食饭的人，有迄一间发票证明甲身份证件，都用全部退钱。为了避免消费者有更多的疑虑，所以我们就先不管顾客有没有真的身体有状况，只要是您希望要来退款，符合这一个条件跟消费的资格，我们就会做全额的退款。根据台北市卫生局调查，目前宝林几啊条源头厂商大阪城产品伫台北市已经全部回收。包含用的酱料、分装制品有8间业者10项制品，其中在台北市有3间。台北市供应商大部分的酱料甲原料品项是为国外进口，而且定向伫边境控管协助。到3+3项，在外县市我们即刻联系了外县市，来进行稽查。那有1+1项，我们请中央不只是能够就边境的管理来加强，那我们也会持续追查下游相关的制程生产的过程。另外，台北市还发现宝林 A13分店的2张保单过期，其他3间分店也拢是欠保费的被注销。目前 A13分店重罚200万以外，其他3间分店会一案一罚。远东这张保单已经确认有涵盖的范围，那我也跟各位报告过，这张保单的保额有数亿元哈，所以应该是可以就是覆盖这一次损害的范围哈。但如果西安东京的这张保单也可以涵盖到宝林，好，那这样子它的整个保障的额度就会增加。台北市府对了伫卫生局外邦手下设宝林食品中毒专区，提供民众相关资讯甲信息。若出现任何不属实，拢卡24点钟食品中毒专线会由专人进行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宝林地小食安的风波，影响民众对米制品的信心。
屏东甲台南卖粿啊，抑个有比台北的款啊，因的生理嘛受到影响，有的生理甚至一个手落5成。即马台南市卫生局查到4间业者，因为无法度提出健康检查的报告，而且其中的3间欠进货来源的文件，或者若是无合格，会以食安法来甲伊裁罚。卫生局另外来稽查是测冰箱的温度，要确认餐厅的粿仔条件食材，放的环境是不是有啥物问题？未能出示工作人员的健康检查报告，还有3家业者没有办法提供板条采购的来源证明。那卫生局已经令业者限期改善。我都提供食材来源的文件，核查也未过，应以10万罚处3万到300万块罚款。健康检查报告核查无合格，更加使处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虽然卫生单位加强食安的检查，也毋过粿仔条比台北这物件销售量已经受影响，减少2成到5成。差不多有一半了。检查2成有啦。2成。啊，你也讲因检查有可能差较侪啦。市场的业者随时拢查到卫生局抽检单，证明食材无问题，要人希望政府赶紧找出这个真相。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对一些菌啊，或是一些有毒素的东西我们不了解。那是不是希望像这种情形，像这一次，你要找出到底是真的板条还是木耳？现在板条我不太敢吃啦。对啊。怎么说？是因为那个？是因为那个新闻那个，对啊，最近板条不晓得卫生引起那个什么那个4个字的。食安的风暴一件搁一件，民众真烦恼，业者是受冲击。不过希望代志赶紧查清楚，让大家食得安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印尼的首都雅加达郊区的一间军火库，伫当地30半暝熊熊爆炸。消防人员赶去现场的时阵，爆炸的声音是遥无停息，因是赶紧把附近的居民疏开。初步的调查，那亲像是因为军火库内底的火药，因为是过期的。化学物质无稳定，才会爆炸。黑暗暝煞互大火甲天顶照甲光死时，在着一直响起的爆炸声，互居民心惊惊。印尼首都雅加达郊区的一个军用弹药库，伫当地37架熊熊发生爆炸，大火甲黑暗暝照甲亲像平日，爆炸声伫数公里以外拢会通听到。Kekhawatirannya karena situ kan ada peluru-peluru yang gede itu kalau mungkin ya nggak tahu arahnya kemana itu kan kalau granat ya mungkin dia meledak di tempat gitu yang dikhawatirkan itu yang peluru gede-gede itu。附近居民一度认为爆炸声是咧放烟火，也是地动。一直到警消人员接到消息赶去现场了后，居民才知影是军方的弹药库爆炸。因为大火一直引起其他的弹药爆炸，现场有真侪架爆炸声，互警消人员一度无法度接近拍火。初步调查，爆炸的仓库无用电，引发火灾的原因有可能是过期的弹药无稳定引起的。Kami menganalisa bahwa ini karena munisi yang sudah kadaluarsa, yang sudah dikembalikan dan kami sudah membuat surat untuk penghapusan sebenarnya dari awal tahun kemarin. Tapi karena ini berproses, kita kumpulkan dulu, kita rapikan satu persatu, sehingga ini kemungkinan adalah karena seperti bahan peledak kan bahan kimia nih, yang kemungkinan sangat labil saat ini. 好在这场爆炸无人员伤亡，事发了后，当局嘛紧急疏散附近居民，另外嘛提醒民众唔通去接触任何可能互爆炸弹飞物体，避免发生二次危险。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也那伫以色列这2天是爆发以哈冲突以来上大规模反政府的示威，几啊万人因为不满总理纳坦雅胡无甲去互哈马斯掠去的人质救回来，要求伊倒来落台，真侪人甲警方爆发冲突。迄一天，纳坦雅胡拄好要动对中的手术，伫开刀进前，伊讲伊一定会尽全力甲人质带回来。警方甲示威的民众互相堵塞，边仔有真侪人用身体伫咧动。几落万的民众聚集伫咧耶路撒冷国会大楼外口，反对政府，反对总理纳坦雅胡。真侪人举着苏来人的相片，顶头写着“伊已经无时间通等啦”，甲伊活的带带。搁再过差不多1礼拜，以哈冲突就要满半年。加上对付哈马斯掠去的人质是生也是死，拢唔知。If they are unable to do so,
Maybe someone else can do that. 总理纳坦雅胡一直讲会甲连接救菜，不过一直到即马拢做袂到。轰炸巴勒斯坦，怕是哈马斯重要人物。去年11月有一礼拜停火，差不多一半连接被绑出。不过国际调停想要将其他连接穿戴煞失败，30月搁重新会谈，不过希望无啥大。伫即天，纳坦雅胡伫咧接受对中美就是进前发表全国演讲。 אעבור את הטיפול הזה בהצלחה ואחזור לפעולה מהר מאוד. הקריאות לבחירות עכשיו, בעיצומה של המלחמה, רגע לפני הניצחון, ישתקו את ישראל במשך לפחות חצי שנה, להערכתי 8 חודשים. 示威民众认为纳坦雅胡去年想要司法改革，所造成严重的政治分歧，减弱以色列的国力。 哈马斯才会趁这个机会入侵。有人认为纳坦雅胡破坏以色列甲美国的关系，而且即马又搁传出贪腐的丑闻，伊这个人注重个人的政治性命，不是国家的利益。另外，巴勒斯坦的新政府第30月宣誓就职，这个团队是由加沙人加4位女性组成。 伫改革呼声中是一个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任命伫咧上届身份正悬的名酒穆斯塔法担任总理，将领导加沙族人救援加重建，一个改革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机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缅甸的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伫阅兵的时阵讲，军方敢若是暂时掌权，是要保护缅甸的民主，才会国不利将安尼做。 不过，另外一方面，有风声讲，军方是真粗残杀害反抗军的代志。从政变以来，至少发现400具属甲臭灰大遗体，也有10多件斩首的案件，而且这数量可能敢若是见皮尔。 而且军人节即天，缅甸军政府调控闪开日时真热天气，选伫暗时来举行阅兵的庆典。领导人敏昂莱伫仪式顶面讲，军方所以伫2021年2月发动政变，是因为当时选举发生弊案，军方即阵暂时掌权，就是要确保推进自由公平的民主停止。不过，伊一直无说明已经被延迟的大选什么时阵举行。反对党指控反对派武装组织想要破坏军方行政和平常计划。 EU ချို့နဲ့ PDF အမည်ကအကြမ်းဖက်သမားတွေကရွေးကောက်ပွဲပြပြစေဖို့နှောင့်နှေးကြမ်းကြမှုမဲ့ဖြစ်ပေါ်လာစေဖို့လှုံ့ဆော်လျက်ရှိနေတယ်။ဒါကြောင့်ထိုတံပတော်အနေနဲ့ပြည်သူလူထုရဲ့ဆန္ဒနဲ့ညီပါတီစုဒီမိုကရေစီစနစ်ပေါ်ပေါက်လာစေရေးဥတီအကောင့်ထဲပေါ်ဆောင်ရွက်ခဲ့တယ်လို့ပါတီစုဒီမိုကရေစီစနစ်ခိုင်ခိုင်မာမာဖြစ်စေရေးနဲ့အထူးရွေးကောက်ပွဲအောင်မြင်စွာကျင်းပနိုင်ရေးတို့အတွက်လည်းရှိကနေမမရပ်တည်ဆောင်ရွက်သွားမှာပဲဖြစ်တယ်။ 军机政府军伫扫荡反抗军的过程中，遭到强烈的反击，为了扩大兵源，军方计划对4月开始，强制征调少年人做兵2年，女性相关嘛要做兵，预计每个月征调5000人，总计征调6万人。不过真侪人根本无想要杀害家己的同胞，拢抢办这签证，走往邻近的泰国。 伫这当时的团刺轰掠起反抗军和军方残忍来虐待杀害，有人权组织早前指出，对政变以来至少发现400具遗体，受到变殴打去，也有10多层的斩首案例，也那这可能只是方发现的少数例子。国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罗西亚发声明讲，首都莫斯科3月2日发生音乐厅的攻击，甲乌克兰有关系，所以因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理由，要求乌克兰引渡包括安全首长在内等等的人士。针对这个讲法，基辅这边是认为讲，恐怖主义的国家竟然讲别人是恐怖主义，实在是笑破人的嘴。过来，咱来关心土耳其举行电影的选举，主要的在野党共和人民党的伊玛莫鲁。 在完成96%的计票了后，家己宣布连任。根据媒体报道，这场电影的选举是伫个电发总统埃尔多安，嘛搁一个确认在野党有政治的实力。那总统是讲伊尊重民众的决定。过来看，为了提防中国的威胁，日本按算要真紧提升南西诸岛的防御能力。伫离台湾100多公里的乌那国岛，目前已经有50个人的部队伫遐咧作业。 负责电子作战等等的任务。镜头转来咱国内，今暝伫咧30暗时9点外的时阵，传出超商的抢案，有一个50多岁姓刘的嫌犯，伊趁店员伫咧交班的时阵，撞入去店里，抢走现金6000块，而且甲店员起骹动手了后，就随逃走。警方经过透明搜查，
伫透早4点外掠到即个杀人，还有过失致死前科的嫌犯。暗时金门的街仔路是真安静，便利超商的门口煞是微风锁线。警方接到通报，3日暗时9点外，有一个差不多50外岁查甫人，趁店员暗时交班伫算钱的时阵，冲入去店里，甲店员起骹动手，抢走6000块的现金，了后就随逃走。加在店员就伤无大碍。也没有说可能就是拉扯的时候可能受伤，就是可能破皮这样，没有说就是自行去验伤。去店里的人客看门口有封锁线，是拢惊一跳。听讲金门发生抢劫的案件，是感觉不可思议。金门会有人抢劫？就是有，我觉得很奇怪。好扯哦！这间超商伫咧金门塔后村附近，警方随派人去现场搜证，研判这个嫌犯趁天暗嘛，佮大雾，抢劫了后，避伫边仔的草圃仔逃走。警方用7点外钟透明搜查，总算伫透早4点外掠到这个50外岁有杀人佮过失致死前科姓刘的嫌犯。派员前往刘敏之住屋处及徒步逃逸之塔后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经20多名警力细心漏夜的搜查。在31日4时48分许，在环岛南路4段560号附近，查获犯嫌。根据了解，这个嫌犯被抓到的时阵，伊踮伫另外一间超商，规分属全手味。伊讲伊欠钱通用，才单位台湾来金门做工课第2天，就犯超商抢劫的案件。警方讯后以强盗罪甲伊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的市道136线接南投的路段。现在有改过沿东港的汽机车伫咧山顶呼呼叫咧批车，毋但臭人耳，嘛造成交通安全的疑虑。3日的时阵，警方加强处理，头一摆用空翕机来搜证，要来抓违规的车。警方用空拍机伫咧台中市道136线天顶，查看是毋是人伫咧山路竞速，或者是危险驾驶。136线毋但是自行车的挑战路线，也是汽机车热门的走山路线。每到拜六礼拜休困时啊，当地民众就会忍受改装排气管的噪音，也担心出车祸会弄到。礼拜4、拜六时啊，交通量有较济，速度会嘛较紧有不噪音，这两大部分那个尽量讲，甲咱的警察局甲环保会当改善。警方统计，136线去年就发生193件交通事故，其中真侪是奥多曼家己涉堵，那查来噪音车辆有1481台，通报处理是有到4395件，为入面所指违法改装车甲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太平分局第3个上每一个拜六礼拜，甲环保局监理单位执行环境监联合稽查，伫136线定点进行查车检查，也第一遍用空拍机伫咧天顶搜证。警察局无人机警察队支援空拍机到场协助搜证，透过科技设备更有效率观测及锁定危险驾驶车辆。警方表示，3日拜六下昼，总共有查34台车，其中处理噪音的车辆有11台，不当改装8件，无照驾驶2件，无合格率到61.7%。事后依照噪音管制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单，并且通知车主调回检验。警方也希望驾驶人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有超速甲危险驾驶这款违法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商务航空昨天正式启动台中的航线，头一批包括日本、高雄、澳门，也有越南岘港。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宣布，复航7月份会有3条新的航线。然而，商务航空董事长张国辉讲，台中机场的运营紧张，伊对台中机场未来发展是感觉真乐观。不过，嘛有观光学者认为讲，其实也有不少问题爱克服。拜日透早，台中机场大厅有不少旅客等要出国。商务航空伫这一天举办台中航线首航仪式，第一班飞机飞日本高雄。台中市长罗秀燕致辞时，佫宣布，复航确定今年7月也要加开3条航线。虎航预计在7月份要增加3条航线，就是台中到东京、台中到名古屋，还有台中到韩国的釜山。
陆小文表示，疫情了后，台中机场航线慢慢恢复，目前已经12条航线恢复到疫情之前的9成。那7月再加上复航3条航线，会超过疫情之前航线的数量。政府航空董事长也看好台中机场未来发展，包括我们高雄的小港机场，其实它的运能也是非常的紧迫，所以我想台中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级的这个航空站，是在现实的现在这个条件来讲是非常有机会的。他认为桃园机场甲高雄机场运能已经真饱，台中机场应该发展做桃机的备用机场，甚至是卫星机场。不过观光学者认为，台中机场目前有关乎不少条件受限制。桃园它终究是班次多嘛，航线多。即使台中有航线之后，还是许多人可能会到桃园去搭乘。那我们台中现在的接驳其实也是不方便的，旅客到这边之后，他要进市区还是不是很方便。黄正聪表示，除了航线、班次数量等问题，会好不少人也是选择去桃园机场、台中机场转接也是问题。目前机场捷运在考虑是不是要做议员的审议。虽然中央已经针对台中机场量能提出整体规划，不过要提升到国际机场顶级，也有真长的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就是清明啊！中华关环保局为3月23开始推动做功德代替烧金的这个活动，民众只要透过便利商店捐钱给中华关的社福团体，就会当摕手机换功德证烧给祖先。鼓励民众用环保的方式来拜祖先。不过，有民众认为讲，因要是惯势爱烧金，不过会烧较少咧。伫超商的机器操作，指定捐款予中华关的社福团体，得当用手机换功德证，回向功德予祖先。这是中华关环保局推出的用功德证代替烧金纸的活动，民众看法无同，有人认同环保，有人感觉烧金的仪式袂当无。嘛是加减爱烧一寡啦，袂当完全拢无啦，这是袂歹的政策啦，会当试看卖啦。当然，安尼是会使的啊，当然啦，愈方便愈好啊。本来那个环境卫就是卫生，就是咱大家的责任嘛。最主要就讲发自咱内心啦，咱内心的迄个声音。为着配合政府2050年的净零碳排，中华关环保局今年扩大举办义工代金的活动。头摆伫清明节启动捐款领功德证回向予祖先，也和社福团体合作送公益咖啡包，鼓励民众环保祭祀。烧金纸虽然讲这是咱一个民俗传统不过变讲这个民俗传统随着时代的改变，咱嘛讲应该爱做一寡调整。足侪研究报告嘛讲，咱这个烧金纸是点香来讲，伊的迄个烧出来烟，可能会致癌的风险。旧年推动了，刚发现了效果袂歹。环保局表示，2022年透过超商捐款予中华关公益团体金额大约5万块。去年中元节配合义工代金的活动，捐款金额有14万，增加超过2倍。今年为清明开始扩大举办，预计捐款金额应该会阁增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着响应国际宠物日，台北捷运伫昨天下晡伫淡水信义线推出活动。因加开几啊帮动物伴友善列车，互有看守的动物伴会当免关伫笼仔底，甲主人做伙搭捷运。捷运车厢内底一摆出现真侪狗仔。伫去年7办宠物的专车了后，台北捷运今年搁再规划响应国际宠物日，推出宠物友善的列车，吸引真侪有饲狗的人，带家己的狗仔来坐车。可能会想要跟主人一起玩，然后他之前在笼子里面呜呜的声音，就希望可以想要出来这样子，对，然后他今天就很高兴。之前都要用这种车子载着，对，没办法露头出来。去年是报名制嘛，然后就是有限额名额，今年就是加开了很多班次，可以让毛小孩可以不用被关起来，因为他其实不是很喜欢这样被关起来，因为他现在1年1次嘛，看到之后可能每季或每个月的话，可能更好。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也坐这列车，甲狗仔伫耍，狗仔毋免关伫笼仔内底，只要有用锁啊牵条咧。有派这个狗大就使直接趴伫主人身躯顶休困吹冷气，也甲其他的狗朋友做伙耍。也若鸟仔列车加装车厢甲车厢中的这哪吒，每一台宠物友善的列车拢会加派兽医师、宠物行为训练师甲保全这工作人员，提供旅客必要协助。
去年也是有猫有出来，那出来的猫大概都是出现炸毛啊，然后整个很紧张的一个表现。甚至我们还看到它在车厢直接就想飞起来了。对，所以今年的分开，我觉得是比去年有更好的一个安全措施。今年推出的4列车，16个班次，那参加的民众也都不需要报名。那我们每一个站都停靠，我们会持续收集一般民众跟这个事主的参加的这样子的意见。8节说明，通不优先的列车拢是伫固定时间以外加发的列车，袂影响到一般乘客权益。也若未来是毋是有通不优先的列车更加接开，也是讲开放其他通不的类型，8节回应会阁收集相关的意见进行后续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溪口是国家级重要的蓝地，每一年拢有真侪度假飞来遮，嘛是教会举办赏鸟活动真重要的所在。不过，这几年有一寡人为的开发，亲像开民宿，也阁有餐厅等等，这互保育人士烦恼讲，这生态栖地真有可能会受到冲击。去年花莲溪口，你们猜我们这边这一趟可以调查到几种鸟？可以看到几种鸟？猜一下。花莲溪口是重要的野鸟仔的生态地之一。当年10月以后，干亚科有兴趣的候鸟拢伫花莲溪口报道。野鸟学会嘛照往例办算鸟仔活动，探访这对江远所在来的朋友。那如果以现在这个冬天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容易看到像是东湾环景河，它有时候数量可以到300-500只。花莲溪口南岸的岭顶山洲，保安林是望东洲啊、白尾星和台湾特有种花蜜的领地。不过，因为岭顶山丘的部分是私人的土地，最近民宿、餐厅和沙坡车的业者拢小连刷来到这。因为这里也是私人的地，有听说要开发，但是一直都不确定是什么样的案子。然后结果来项目看到的时候，已经是围起工地围篱，已经整地好了，然后挡土墙也做了的状况。里关的业者打算伫海岸边起民宿，但是保育团体烦恼讲，原本的保安林和食物改变了后，对当地的生态有可能会造成影响。它还没施工前就是一种次生林啊，跟一些那种长草灌种，就是像刚才讲到那个台湾画眉跟一些文鸟、扇尾，它们很喜欢出没的环境的。那一旦这样的地方被改变啊，被破坏，它回不去之后，那无形中也会减少这个台湾画眉它们可以利用的栖地环境。岭顶山丘是伫花东沿海自然保护区，而且正我花莲溪口国家重要湿地，但并无伫海岸管理法划的海岸保护区的范围内。保育人士希望讲，未来岭顶山丘会当列入海岸保护区的范围，或者伫山海河交界的珍贵生态地会当依法得到应该有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有一种安保节，分数看落是真长了。头壳顶悬青色甲乌色的花草，看落它亲像是狐狸，嘛像王爷面，所以号做是狐狸神或者是野神。后来因为真侪人咧抓，因的生态地受到迫害，数量是大大减少。林业署希望会当结合在地力量，做伙来保护这人讲是台湾上水的神啊。台湾蟬的种类差不多有60种，其中身形上大的就是野蟬，体重会当到6公分。上特别的就是伊身躯顶的青色和白色的图纹，会当呈现出真侪种无同的形态，互叫做是上美丽的台湾蟬。如果我们用近拍，会看到它的背板有点像鬼脸，有人说那是狐狸，就把它叫做青头蝉、狐狸蝉。它是台湾所有蝉里面是体型最大，然后应该算也是最漂亮的一种，所以你把它叫做王牙这个也不为过。野蟬大多数拢伫台湾梭罗茶的生态，5月到6月时阵升塘出现，开始一礼拜的交配繁殖。因为山林的开发和非法的采集，和野蟬的数量是渐渐减少。族群目前主要是分布伫中南部的山区，叫做珍稀保育类生物。它很依赖像特定的树种会生存嘛，所以如果在早期开发的时候，那个地方如果说这个树都不见了，那可能就会没有。林业保育署家己分署为了保育野蟬伫阿里山山区收转去的林地来种梭罗茶，希望会当来扩大野蟬的生态地。这里原先就是被民众占有种植茶树啦。我们执行铲除工作后收回造林。现在目前有编列这个地点有编列6种苗木，其中
其中一种就是台湾的梭罗木，也是其中的一种啊。目前在野县西团地区，家己分数是推动社区保育，希望结合在地力量来守护美丽野县。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湾 rap 创作是愈来愈多，嘛真受少年人的欢迎。中华关技会举办比赛，以基础正义、新水家、散车，也有性别平权等等10个公共议题，现场互大家抽口啊，用 rap 的方式来辩论这个议题，希望互社会大众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关心公共事务。苍病毒，我们要风力发电还是要湿地？我们要在这里生大病还是搞自闭？议长我知道不需要在这休学，议长跟公司在进行官商勾结。民众伫舞台顶自由创作，唱出环境因素、性别平权、国家安全等等甲公共议题相关的人志创作。议长也听甲笑开开，这是中华关议会举办的艺术人志比赛，鼓励少年人关心公共事务，了解议会的操作。办 rap 这battle 比赛，用这种的方式，让少年人来讲公共议题这物件吼，让因更加会使了解拢地方的县的议会民意代表是咧创啥呢？这届的艺术人志创作有来自全国40外个民众报名，最后选12个人晋级决赛。要用多元的方式听少年辈对公共议题的想法。热烈的比赛嘛，请不少民众来现场听歌。为这个活动会当知影议会咧创啥啦，少年的甲老的拢会较有交流，有那个火花的碰撞。我今日用这种嘻哈文化这种方式，就是较贴近阮少年人啦。就是讲，因较有可能讲，会较了解这个代志，想要来了解这个代志。主办单位表示，除了人志比赛，阁有办艺术厅的导览，嘛头摆开放民众伫议会录影过暝，报名的人马上就满。议会按算会继续举办开放议会的相关活动，希望让大众用无同的方式来关心公共事务。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是咱台湾种仙草第2大产区，其中红骨仙草是水上乡真有特色的农产品。为着要让民众认捌在地这农产品，乡公所举办食农活动，让大人甲囡仔烫赤脚做伙来体验。大人甲囡仔伫田内底，生甲规身躯拢是土埋。为着要让民众接触自然环境，嘉义县水上乡举办认捌仙草的食农教育活动，唔但带民众认捌仙草，阁互大人甲囡仔伫仙草田内生土埋。没有遇过啦，然后也没有玩过，就是让小朋友体验不一样的。虽然是做垃圾，不过生甲做欢喜的啊。好不好玩？好玩啊！水上乡公所指出，这是台湾第2大产区，而且拢是用友善的方式种植，所以除了教民众认捌仙草，嘛传达友善对待土地的重要性。种仙草上好的时机点就是伫咧3月中旬到4月初，嘛要互咱透过这个机会，互咱做侪大朋友甲小朋友会当知影讲吼，土壤台湾的土地是吼生育我们的一个土地。有囡仔知讲这仙草安怎去种伊的这个产地伊的来源是安怎会使互咱这个囡仔会使愈来愈对咱这个生态环境来对更有一个帮助。身躯种伫土埋内底，用土埋粒球来比赛。囡仔的面虽然拢是土埋，但是拢笑甲真欢喜。现场的家长讲，即卖囡仔有闲就是耍电脑，也是手机啊，会当有机会感受较早庄脚囡仔耍的物件，对囡仔嘛是一个真好的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麦当的红豆仔是真出名，不过其实因的由来啊嘛卖较输红豆仔哦。因的农会为3年前就开始试种由来啊，这几年嘛拍出知名度。为着要推广在地农产品，农会举办由来啊甲红豆仔创意料理的比赛，要叫民众做伙来食特别的好食物。它洛里在万丹，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环境，加上我们的红豆。桌顶一盘一盘台版阁真好食款的料理，济师傅参在地妇女拢展现因的功夫，用万丹乡的红豆甲油来啊入菜。万丹乡农会举办油来啊红豆创意料理比赛，现场阁邀请专家来评分。大象也是创新的部分占30%，
一个是菜设计呈现的部分占20%，一个是商品化的潜力占20%，一个是味道与口感占20%，还有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展台产品展示占10%。讲到万丹，大家头一下想到的大部分拢是红豆、牛奶等等。不过这几年种红豆的成本增加，牛奶嘛面临进口威胁。为着产业转型，农会对民国109年开始鼓励农友试种油来啊，佮成立产销班。那我们希望说，让消费者去明了，在万丹这个地方有台湾最好的。那因为我们台湾的地理环境，在我们屏东县，所有的农作物，包含果树，都是最早采收。台湾油来啊的产期是7月到11月，屏东特殊的环境条件，让这油来啊5月就通就市，佮加上农民坚持无自由，到分才采收，互万丹的油来啊品质好。记者综合报道。为2003年开始，泰国为着要振兴经济，当局是真积极发展文创产业。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捌经过政局无稳定的时期。不过，政府对文创产业的计划甲支持度是拢无停歇。咱做伙来看卖。看人真的会戏剧场景专业制作，戏剧摄影棚改变传统制片的手法。影视产业是泰国文创发展重点。2003年，泰国为振兴经济，选定文创当作有行经济的火车头。泰国政府把创意经济列作国家发展的优先项目。ที่กำลังทำขึ้นนะครับคล้ายๆกับก๊อกค่าของเกาหลีคือองค์กรที่สนับสนุนให้เรื่องไทยซอฟต์พาวเวอร์หรือแม้กระทั่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ต่างๆที่อยู่ภายใต้การกำกับรัฐบาลหน่วยงา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ที่พยายามจะเข้ามาพัฒนา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ไทยคอนเทนต์ทั้งหมดนะครับ正有路是行新款，泰国文创最近这几年在国际正受注意，也让曼谷变作亚洲流行的都市。泰国政府去年10月成立国家软实力战略委员会，编列51.64亿泰币，要大力推展包含制片、观光、影视、流行设计，拢总11项重要的软实力。เรามีโครงแพลตฟอร์มอย่างกลุ่มที่มันเป็นดีไซน์เฟสติวัลต่างๆที่เรามีเนี่ยการที่ขับเคลื่อนเชิง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ด้วยการทำเฟสติวัลเนี่ยมันอาจจะเป็นช็อตคัทบางอย่างที่ทำ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แบบที่เป็นควิกวินเห็นภาพได้รวดเร็ว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เชื่อมโยงชุดความรู้ต่างๆของคนที่มีอยู่เนี่ยเอาไปทำแล้วเทสกับคนได้เลย泰国以文化特色做基礎，表現家己的風格甲價值。經過這一年的發展，泰國展現超強的軟實力，也正受注意，嘛創造出屬有家己的東方美學。記者綜合報道。天氣報道在，咱做回來看今仔日各地溫度。北部地區上低22度，上懸28度；東部地區上低24度，上懸30度；南部地區上低23度，上懸33度；東部地區上低22度，上懸28度。咱来看外島地區，17度至29度。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早起新聞，我是丹妮。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